画面内底这几台白色的火车，这是代替上新 EMU3000型的自强号。想袂到，小弟咧树林的吊车场内底，却是无代无志去互当作坐壁喷擦黑白话。虽然火车的喷擦是已经清理好势啊，不过代替嘛是已经报警察，要来查这个人是安怎走入去的。若是破坏铁路设备的人，依法上当会互判7年，罚1000万。白色车厢的 EMU3000型列车，车头前喷着艋舺糖样，配着柑仔底红米，后段是浅蓝色礼布。代替员工透早伫树林吊车场，发现停的列车竟然互乱画喷擦，随经由工作群组回报，代替也报警来处理。以毁坏、非法方法等方式危害铁路重要机构设施设备，得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科新台币1000万以下罚金。现由铁路警察局收集相关事证，积极侦办中。铁路警察局报，代替员工是在透早4点50分，伫吊车场内底发现车辆乱画喷擦，随会动学区的警察去采证，因为毁损铁路设备已经违反铁路法，会来追查调看敢是去找人。伊有树林吊车场24小时门口拢有人自首，嫌犯是毋是可能伫车站尾站无清车的时阵坐车入去吊车场也会调查。而真拄好是社群平台也出现一段，一个查甫人以双手伫刹区间车，突然拄好走跳的影片。而铁路警察也调看，敢是去正伫咧调查中。铁路法虽然有相关规定，可是其实你说细则它并没有定得很明确。是台铁局它其实可以用一些比较包含性的这些规则去处理，然后真的要开罚，因为如果你不开罚的话，其实根本就不会有贺主席。代替产业工会呼吁，对着破坏设备的行为，代替应该追究责任到底，维护铁路安全，也避免产生模糊的效应。对着黑车行乱喷擦、乱画案件，代替回应。等台警方修正完成了后，会赶紧来把这喷擦擦掉，恢复列车的原貌。对着恢复甲营运的损失，依法追究责任，并且要求赔偿。记者郑华报道。